好来继续来到基隆，罢免掉国民党基隆的立委林派祥的罢免团体来指控，讲因的罢团总部才开无几天，就有市府的工程人员要求因甲铁门拉落来，讲这个总部所在地仁山路要做丁仔卡整平的工程。罢免团体质疑市府是调治要针对因的，基隆市政府是回应讲，对任何区域的行动标准拢同款。志刚详细水平，协助民众写联署书。全台湾各地掀起着大罢免潮，罢免国民党立委林派祥的团体指控罢免的行动红组织。因的总部伫基隆市仁山路，最近在咧进行丁仔开整地工程，工程单位为何然也打出公告。施工人员前来罢免林派祥总部联署站告知施工，必须在4月28日起开始封闭罢免联署站总部。要求联署站要把铁门完全关闭。会这样子做，表示我们有收到公文，但房东没收到，店家也没有收到，所以这是一场罗生门。伫丁仔卡摆三角锥，店门口放茶帮，后民众伫施工期间会当正常出入，也毋过加减也影响到附近的店家。没有，他没有收到通知。没通知，就是没有强制你们要关。没有。基隆庙口附近丁仔开工程，对去年开始作业，年底完成庙口美食区丁仔开整地，今年3月小组针对仁1到仁3路口施工。罢免团体总部就伫仁山路，按算4月28开始动工，5月70完工。以施工的表面理由，要求罢免林派祥联署站长期拉下铁门，把联署站骑楼进行全面封锁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无论是通知的方式，或是施工的作为，都不会因为区域而有所不同。那也不会强制的要求相关的商家要停止营运。市府强调，工程本地都有既定的摆成，也毋过罢免团体不满，总部才打开门，都爱因关起来。虽然是为着行政的安全才来施工，也毋过伫这个敏感的时间点，咱必须互外界加做联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